每個月一出糧，你係咪都係乜都唔喐，自動植入活期，跟住就擺到下個月呢？表面睇落好安全，但係你有冇諗過通脹其實一路喺度蠶食緊你啲錢？香港嘅生活成本年年加價，但係大部分港元活期利息只係得0.001%，等於接近零啊！所以打工仔一定要學識分層理財。第一層用活期做日常使費同緊急儲備金。第二層用短期定存，鎖高少少利息，年息就揀大約1點幾到3厘左右。第三層就用收息 ETF， 等筆錢長期幫你對抗通脹。以收息型 ETF 為例，一隻就等於一籃子嘅股票，幫你分散風險，又可以收股息。市面上有啲高息 ETF， 例如追蹤高股息指數或者用備對策略，不過就要留意風險同埋股價波動。俾個貼士你啦。新手可以先儲夠6個月應急錢，再用月供或者分段方式買入，慢慢入場，唔好一次過 all in。最緊要揀個穩陣、易用、收息記錄清晰嘅平台，幫你一站式買賣港美股 ETF、基金同埋外匯。光正財富高就可以隨時隨地落盤，唔怕錯過機會。記住，理財唔係短跑，係馬拉松，越早開始，福利就越快幫你滾大個餅。記得 follow 數金視野，留言講下你嘅理財心得啦！一馬當先，把握投資機遇。數金通全新客戶可享零佣金、零平台費、零存倉費，無限次港股交易，絕對冇隱藏收費。即刻下載光正財富高 App， 輸入推廣碼 FREE 立即開戶，真正幫你慳到盡。優惠受條款及細則約束。